名来宣告，今日的敬拜要交做芳芳的祭献到上帝面前，得主欢喜，阿妹吗？阿妹，这是咱拍开新信息来串联今日要吟的诗歌，新信息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你来引领我，让我灵魂安宁。温柔跳动的声音，会跟我心游牧。天动光明，熊熊安慰是有，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你来引领着我，让我灵魂安宁。好，这首诗歌伊讲仁爱那应掠我应哦吼，不是应呀哦吼，嘿，来第2首135首。咱吟第1站。救主愿你做我保证，愿路我靠你扶持，带到草木我你家，美白油条来保庇，救主耶稣。为我归向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想为我归向你。这是你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同齐来敬拜。真欢喜，甲你同齐来敬拜。咱请起立。什么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什么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什么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路。主耶稣的保护，我的下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我的天被清罪义，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道，我是应该学路。主耶稣的保护，这首诗歌非常的水。那咱即马搁吟一届的时，咱用客用的方式来唱，好不好？请歌队敬拜团来客咱兄弟姊妹来吟。什么会使我心情？什么会使我心情？同齐来，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路，路无法避坎坷，只有主耶稣的保护，我的下罪的
伫天边亲做伊。上帝顺怎样讲，我是应该学路，拢无把面通靠，就主耶稣的第三站，同齐来。家己所行无公路，只靠主耶稣的保卫，得着天父甲我好，只靠主耶稣的保卫。上帝顺怎样讲，我是应该学路，拢无把面通靠，只有主耶稣的保卫。爱伫心内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保卫；爱伫心内正成，只靠主耶稣的保卫。上帝顺怎样讲，我是应该学路，拢无把面通靠，只有主耶稣的保卫。上帝顺怎样讲，我是应该学路，拢无把面通靠，只有主耶稣的保卫，只有主耶稣的保卫。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只有主耶稣的保护，感谢主，因为你老的保护，互阮会当得真做胜。感谢主，你引带阮行伫稳定的路。一步搁一步，拢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靠着我的脚步行路。你是我的主，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选我，因无变我的应允，一世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一条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选我，因无变我的应允，一世人你的祝福。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毋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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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
拢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牵我行一条人生路。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
拢是毋茫的路，你行的手，牵我行一条人生路。你听的手，你听的手，牵我行一条人生路。这时，咱淡薄时间，安静伫上帝的面前，咱要来听候上帝的声。主讲，我实在甲恁讲，恁的信心若亲像挂菜子，就是对这个山讲，对这刷去遐，伊也要安尼刷。恁无一项事袂当做的。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静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静候听你的声。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脚步，有你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看我，因我袂放散我，因我一心予你记你讲。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灵静候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灵静候听你的声，我无遮，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脚步，有你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看我，你永远袂放散我，因我一心予你记你讲。圣经讲，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标准。恁敢是用着信心来听候主来带领恁的脚步呢？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愿得到稳定，因为你愿堪得行伫稳定的路。主，你是信实的上帝，我们用诗歌来学罗你，我们用性命来学罗你。主啊，我们为我的心灵唱出欢喜的歌来学罗你，因为你是够活、够真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脚步，有你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看我，你永远袂放散我，因我一心予你记你讲。也去咱的双手讲，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脚步，有你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看我，你永远袂放散我，
互你旨意的家。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的家。因我的心，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的家。因我的心，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的家。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何等的恩惠，堪得伫你的面前来安尼举手敬拜你。主你有讲，独独也靠我靠耶和华的，要定心得到快乐。因要亲像鹰鸟天时飞悬，因行也无野，走也无神。主，阮感谢你，你的话语是遮尔真，搁遮尔活。一切的会文，只有上帝你的话永远存在。主啊，愿你今日搁一摆来起着阮的信心。当阮信心软弱的时，你信心用讲不出的吐气来为阮来祈祷。你嘛照着阮的兄弟姊妹彼此来安慰，彼此来代祷，互阮成做属灵的同伴。伫主你的面前，永远行这条稳定的路。主啊，阮今日献上阮的敬拜，愿你会当得到荣光，搁再荣光。愿安尼敬拜、感谢、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哈利路亚！愿一切荣光归于咱的父上帝。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伫极悬的位，因根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的吟诗，学了咱的上帝。咱要所吟的诗是《新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咱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后头来祈祷。亲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祝福的源头。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也是阮罗州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主日。阮来到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要来学罗你。感谢上帝，伫151当前差派马介牧师，奉主的圣尊名，伫遮设立罗州教会，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圣会。福音也伫即个时阵传入到罗州即块土地，这是何等的恩典！侪侪牧者甲属灵的前辈，因伫罗州即块土地为着福音跑走的同时，我嘛应该定心来思考，要安怎来奉献家己，互教会基地会当来参与福音的事工甲起做的工程，互教社兴旺，福音会当广传伫即块土地，会当来定根发挥布院。主愿知，伫即末后的世代，人的心被迷惑，离开上帝。
社会在改变，阮会拄着侪侪的试炼甲挑战，总是阮求主，你互阮学习用你的眼光来去看遮个事，学你疼人的心来疼人，带更较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捌你，来得到福音的好。阮会知阮兄弟中间有的人有身体有欠安，辛苦病痛，阮求主，你体贴因，你来医治因，你的圣神来感应三角之地，互因会当伫主你的疼痛，你的医治看过，会当来紧紧来好起来。阮知，阮无论安怎样祈祷，总是无够呀。阮也求主你来听阮的祈祷。阮伫即个时阵，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点咱来启应文第10篇，诗篇27篇，启应文第10，诗篇27篇，显着我来启兄弟来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囥伫石板顶。我要伫伊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这声，所接圣歌队要来为咱献诗。马街州里传福音，马街州里传福音。圣歌队请。1年6月22日是教会的生日。每一年到伫这个时阵，就提醒咱，毋通袂记得起初的痛。
咱着军队先行宣告水的脚迹，继续向前，互福音的钟声伫罗州地永远得弹。感谢圣歌队为咱献诗，求主纪念因。接着，咱要来纪念新的改面，咱请起立，来，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第三亲像，是讲你听主边亲像家己。这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就安尼相，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接着，咱来恭修上帝的话，今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1章29节，
来章29节，显着，我来读兄弟来看。对神因过红海，亲像行大地，爱结念试行伊就沉落去，以上。有主将你的话结念伫我心。线接讲道，今仔日牧师要为咱头放的信息是信心的力量，信心的力量。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释教151周年的纪念主日。既然是纪念主日，今仔日的主题是啥物？信心的力量。今仔日的主题叫做释教151周年。咱的讲题叫做信心的力量。做者即马有做者活动，也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主题。那到底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主题？题目虽然是信心的力量，讲题是信心的力量，但是咱今仔日最主要是要来，互咱的教会过151周年的这个主日，透过这个主日，咱做伙三甲用欢喜的心做伙来领受。搁到伫凤凰花开的日子。真侪学生要离开学校，真侪感伤的画面，因为有个人对国小要离开要毕业进入国中，当伊小学1年的时，伊安怎入来到即间学校，到伊要毕业，我想这是一个真侪咱人生行过的路。有个人要离开大学，也是离开研究所，进入工作。进入这个职场，所以有真侪感伤的画面伫学校来发生。有一间学校，伊邀请到国际的名星林青霞到伫学校，结果家长足感动的，但是学生呢？在座你不认识林青霞的，请你稍微挥个手大家都是同个年代嘛，所以就表示讲，这个没有电。所以迄个林青霞这个时代，敢若已经甲学生已经有一段距离。顶倒是家长非常的欢喜，毋捌亲自看过国际名车的，亲自看到国际名车，这是头一届，所以咱这个没有电了，所以咱讲主题是毕业，名称只不过是一个某一种程度的加持，所以透过学生伊无这个感受来看，这个主题小可有一点仔偏颇去。我上帝想帮咱奉做名来祝福每一位咱教会的学生，才会学生因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无论因进入高中、国中，还是进入大学，还是进入研究所，互因当得到主的能力，得到智慧的人生。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你听阮，是阮伫阮中间，阮的教会经过151年，阮用欢喜的心来领受，唱出感动的诗歌来学了上帝，学了主。嘛，恳求上帝使阮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按照头前所查的表来跑走。愿主使阮帮助阮，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咧讲希伯来人，咱咧讲希伯来人，到底希伯来人是指什么人？伊是一个民族吗？世间无一个民族叫做希伯来人，但是有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咱来讲伊是以色列人。
咱嘛当讲伊是犹太血统啊，犹太裔，犹太的后裔。所以咱看伫美国有真侪啊犹太后裔的人，伫美国嘛有真侪啊华裔血统的人，嘛有真侪是台裔血统的人，嘛有真侪伊来自无共款国家的民族后裔的人。所以美国是一个种族融合的所在。所以咱今日讲希伯来人，伊讲希伯来语，圣经上早旧约的记载就是用希伯来文所写啦。所以咱讲希伯来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希伯来人上早记载是伫创世纪，伫创世纪有记载4个王咧大战5个王的时阵，亚伯拉罕的弟仔罗德啊受到无辜的伤害，就是伊向掠去，甚至伊的财物嘛向抢去。有一个逃出来人，就走去甲希伯来人亚伯兰讲即件代志，所以亚伯兰就率领318个伊厝人所训练的壮丁前往去解救。这是圣经上早记载讲希伯来人，这希伯来人是指什么人？是指亚伯兰。亚伯兰是什么人？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人，所以亚伯拉罕迄种称作是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应该是一个离开故乡，因为上帝有呼召亚伯兰伊离开伊的故乡，到上帝所要指示伊的地来领受上帝要予伊的恩典甲祝福。所以这个希伯来人，咱所会当了解的是一个可能是出外的人，也是住伫迦南地的人。过来有记载伫约瑟，当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伊甲伊的兄弟相认的时，伫伊的官邸在他的官邸里面，伊请伊的兄哥，请伊的小弟做伙食饭。圣经有甲咱记载讲，埃及人无甲希伯来人做伙食饭。因为犹太人的祖先是用称作希伯来人，所以咱看到希伯来这个名词，会当讲是有受到歧视，还是轻视的这种的感觉。所以犹太人上早因伫埃及人的心目中，毋是真悬的地位，甚至因讲到这个阿兰语，也是希伯来语，伫迦南地这人，因的语言可能某一种程度有法度相通，总是安怎？希伯来人是去用看轻的，希伯来人是无受到当时强大的族群的认同。所以咱看创世纪对到记载到约瑟，希伯来人只不过是一个亚伯拉罕伊的后裔家庭，以雅各的这个大家庭那边。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伫圣经新约的内面。这希伯来书伊上早起头是要写予什么人？这希伯来这个名词，就是要予希伯来人来读，敢若是有这个用意。所以这当初代教会，当初代教会，毋若是有犹太人信耶稣，还佫有外邦人信耶稣。而且呢，上重要还佫有遮个出外的犹太人，因离开因的故乡，有可能住伫土耳其，有可能住伫希腊，遮个无住伫巴勒斯坦地，遮个犹太人，因嘛是向称作希伯来人，因为因已经离开因的故乡，因的故居，所以看对咱来看，遮个希伯来人，因看到这希伯来书，因特别有感受，特别有真多的人物，因为这希伯来、这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一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真多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有可能这希伯来书要写予当时流浪伫外面，还是旅居伫外地的这个犹太人的后裔来读，所以真多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因对这犹太教，对信这个旧约，到伫进入新约来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伫遮，咱要请问各位兄弟姊妹，恁是第一代基督徒吗？是第一代基督徒，请举手。哦，感谢主，差不多1/3。所以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你爱读希伯来书。有人讲，牧师，我毋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就免读吗？毋是，因为上帝只无孙只有囝，所以咱拢是上帝的囝，拢是第一代基督徒。有阿门无？所以咱大拢爱来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记载真多的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信心。这个信心，互咱特别领受，就是对11章的第1节，互咱做伙来读吼。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安尼这是咧讲什么？就是讲代志拢还未看见，拢还未发生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咱所要望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安那？是有根基的，有根据的，有根有据的。所以神就是咱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这代志还未发生，要用什么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准则？愿主帮助咱，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所讲的信心，就是还未发生的代志的结果，咱所望，是咱所会当参考，是有证据的。伫一届聚会中间，有一个听袂起的老妇人，甲一个看袂起的老先生，因两个相招来到教会，一个听袂到，一个看袂到，安尼因的生活要安怎沟通？一个无看的，还阁会听；一个臭耳人，就是听无，但是会看。因两个就是安尼互相斗相共。有人就问因讲：你拢听无看无？恁来遮做啥物礼拜？在座有人是听无看无的无？大家都是明眼人，都是聪耳人。所以，这个听无，这个老妇人讲：我虽然听袂到，但是我会当看伊徛伫讲台顶。各位兄姊妹，你有信心无？有无？有，感谢主吼。迄个青面的老先生讲：我虽然看袂到聚会情形，但是伊会当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咱是搁听会到、搁看会到的咱，是毋是比听袂到、看袂到的人，搁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愿上帝诚做咱的帮助。有一间教会真实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概是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所设立的。这间教会设立的时，差不多70%的人拢住伫遮。只有30%的人较远的所在。结果因有一日，因想着讲，因中间有一个青面的来做礼拜。这个青面爱行足远的，因为伊是隔壁乡的隔壁乡。那用咱泸州来看，就是讲，伊毋是敢若伫五股来，伊是对泰山来。五股的隔壁叫泰山，对无？安尼来，伊毋是对五股来，伊可能是对八里来，隔一个乡啦，挺有意思吼。所以。迄当时教会为着安尼，70%的人愿意讲为着即个痴迷的，为着即个看袂到的，伊来到教会，伊来行足远的，足透早就来教会。较早无公车，也无捷运，也无牛，拢可能要坐牛车嘛，足困难的。日本时代，若要骑脚踏车通骑就袂歹啊。所以你想看觅啊，伫迄个日本时代，即间教会70%的人拢住伫咱遮附近。但是70%的人因为着这件代志，因愿意牺牲，将教会刷到，就是伊要来的所在，甲教会所在的中间，离伊较近啦，毋免搁隔两个乡，隔一个乡啦。所以这是一个真实我听到的故事。这70%的信徒愿意牺牲家己的无方便，成就这位看袂起的每一日、每一个主日用行来到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真实我所听到的见证。所以为着要成就这位信徒
70%的会友愿意佮行较远的路来成就这个看袂到诶，这个看袂到的兄弟来到教会，伊拢会听，包括师会的报告，伊拢真足听。伊咧感觉伊咧听啥？我顶礼拜有奉献，有甲我报着，因为看无嘛，对无？所以顶礼拜我有奉献，伊就会听，真足听，我的奉献有用念出来，因为较早师会搁爱念奉献，真正这足早，后来即摆拢咱捌记啊，拢家己看。进前差不多我细汉的时阵，因为抑阁有真侪时代无啥捌汉语，迄个时代有真侪人毋捌字，所以迄周报拢爱读过，个念过，送奉献偌济，500箍就名，啥物人，安尼，1000箍啥物人，我即个兄弟听到伊捌伊的耳孔有够来，伊就爱听，所以无看起的人讲，我有法度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即个耳孔听袂人，伊讲我会当体会到传到遮的信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人若无信心，会安怎？无有甚物种的望。所以这间教会因愿意凭着信心，70%的人愿意牺牲。过无偌久，讲服了无偌久，一间教会就变成2间教会，因为70%的人讲好啊，阮该转来阮的故乡，佮重新设立一间教会。拄好伫教会伫周年的时阵，一间教会分设2间教会，然后这间教会将因的存款，用一个比例，帮因买土地，互这70%的人转去到伫因原来迄个乡，所以一乡就一间教会。迄个时阵拄啊，咱长老教会嘛咧推行一乡一教会，叫做陪家运动。陪家运动就是一乡一定要有一间教会，一个镇一定要有一间教会。所以伫迄个时阵拄好，圣神感动因带来到已经讲好啊，讲好了后，因嘛感觉讲因的财力有够啊，然后这70%的人，因就搁转去到伫因的讲搁设立一间的教会，所以就本来是一间3个乡镇，3、4、5个乡镇拢来遮做礼拜，但是了就变做搁设立一间的教会。所以上帝是用帮助咱，靠着信心，咱会当得到美好的干净。所以伫希伯来书在1章第20节讲，古早人伫这个信的顶面得到美好的证据，了后伊就开始鼓励什么人？鼓励其实拢是希伯来人，也是犹太人因所熟悉的人物。对旧约来看，因拢非常的熟悉。对咱来讲，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嘛，同款的熟悉。因为安那，伊就指着阿伯，因为对神就献祭予上帝，比该稳的搁较水。所以伊因为信，迄上帝接去，无治到死，人嘛找无着伊。那因为相信上帝指示伊未看见的事，伊就用敬畏的心，准备一只大船，互伊的全家来得到救。这叫做挪亚的方舟。那讲上帝要用大水来灭这个土地，谁知影？无人知影，个人搁较踢笑，你是头壳歹哦。船哪有人爱起伫山顶？那讲上帝要用大船来灭这个土地，船爱起伫山顶，安尼到时水若涨起来，船就浮伫个水面，真正伊的全家拢得到救。就是因为相信，照着上帝的指示，未看见的事，互伊的全家来得到救。必然海嘛，因为相信，当伊命上帝呼召的时阵，伊就遵守这个命令出去。伊要出去的时阵，佫毋知影要去倒位去，伊嘛毋知影讲什么所在是上帝要互伊得到业的所在。所以来到这个迦南地，上帝才讲：这个地要真多，要赏赐互你的福的。上帝要赏赐互伊的福的，亲像天顶的星，甲地面上的土山。所以信心是无形的力量，
信心是咱看袂到嘛摸袂到的快乐，咱会当感受快乐的存在，咱会当看到车祸弄到迄种的哇，迄种的杀伤力遮尔大。哦，咱人看到讲哦，有人跋倒，哦，迄个跋倒的力遮尔大，啊是讲你无细意，迄有啥物物件弄到，迄有球拍到，啊是安怎？迄个快乐会大，但是信心的快乐是咱看袂到嘛摸袂到，信心这个快乐所会当超越每一个阻碍，然后创造奇迹。所以信心是来自咱心灵的信仰，是咱甲上帝之间的连接，是会当超越咱本身的界限，我们本身的极限，是很无可能的事。愿上帝帮助咱。希伯来书第11章了后就讲到，犹太人因所经过上大的新约，就是伫出埃及记因过红海的新约，因拢有经过着上帝的带领，所以伊记载了以色列人因的信仰是遮尔伟大，因为因有经历着出埃及的这种的新约。出埃及，所以咱做伙来读下来。世事无信，就会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所以对第6节咱来看，咱来若无信的人，上帝嘛无真欢喜吼。所以你亲近上帝，就要有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求来讨。伫出埃及记有讲到埃及的追兵，这埃及的追兵是法老亲自竞选伊的部队，等于是讲伊经着伊上界精锐、上界精壮的部队。哦，咱台湾的部队什么是最精壮？哦，海军陆战队。哦，有几个小朋友说，哦，有一个短片啊，说啊你要当什么军？哦，陆军。啊，你要当什么军？陆军。啊，问到最后一个，迄个讲，我要当海军陆上尉。啊，你拢无看到这个短片哦？啊，不是，刚刚我看到哈。讲，你要当什么兵？啊，陆军，海军陆上尉。哈，伊讲伊要海军陆上尉。哦，可搞不好这个小妹妹以后就去做这个海龙蛙兵哦，还是海军陆战队哦。咱台湾嘛有训练这上界精英的部队，其实世界各国拢有这个精英的部队。所以当法老王要去约犹太人的时，要去约以色列人的时阵，毋是凊彩，是法老王亲自率领这个士兵，而且是上界精英，有600台特别选的车，甲埃及所有的车，已经每一个车的顶面拢有车长，拢有军长。所以所有的人啊，这精英的部队拢去约犹太人。犹太人来到红海的时，当法老的部队来的时阵，以色列人也捌看见埃及人啊，军wat过来，就惊吓，伫遐嗷叫耶和华。大家伫遐讲救命哦，救命！要安怎？因为头前无路，后壁有追兵，前没有去路，后有追兵，要安怎？这个时阵要安怎？人家说狗急也会怎么样？没有墙可以跳啊，跳就跳海了啊，跳了就是大家拢来跳海啊，要安怎？所以犹太人这个时阵就开始啊，摩西啊，你为什么带阮来遮啊？吼。但是安那，摩西凭着信心来倚靠上帝，上帝嘛伫这中间来成做因的帮助，所以上帝成做因的倚靠。成做因的帮助，所以耶和华上帝就替以色列百姓征战，叫因安怎？恁只有静静，唔通出声，唔通搁伫遐出声。这个时阵恁唔通搁伫遐哀叫，嘛唔通伫遐埋怨，大家先静静，然后做一件代志。恁先前行，行落海水。这是出埃及记14章15节到16节。恁先行落，摩西才用伊的拐来指红海，
伊摩西毋是讲啊，怪啊止落红海分开啊，人才行落，是恁百姓先莫搁伫遐出声，安静行落，然后摩西才用伊的拐，指红海，红海才分开。啊，这个时阵犹太，这个人，这个时阵埃及人安那心公的骄傲，心公的就是骄傲，因就安那戆啊，这个是瓮中之鳖啊，你们跑不掉了，恁家的人差不多啊，所以因就对着犹太人的后壁怎安那落去红海。了，上帝讲，我要将法老甲伊的全军、伊的车辆、伊的马兵得到荣耀的时阵，怎甲伊安那收拾起来？所以上帝讲，我要伫法老甲伊的车、甲伊的马兵得到荣耀的时阵，因就知影我就是耶和华。因为这个时阵是埃及人因上界骄傲、上界自豪，因感觉讲哈。恁犹太人无一个部队敢来甲埃及人相战，恁只有得命的份，总是安那，毋通袂记得，还阁有分条，还阁有花条。14章的19节到20节，甲咱讲，即个花条、即个分条就开始做工。所以当以色列赢，以色列这全营拢行伫头前的时阵，上帝的使者就来到因的后面，分条嘛对因的头前来射到因的后壁，来保护犹太人。所以埃及部队因敢有分条花条甲因指引无？只有法老王会生气，心公的骄傲那点。所以埃及人甲犹太人中间有分条，来甲因做压榨、做保护。这是摩西管对21节到23节，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要行落红海啊，所以摩西的手就往海来伸出去，耶和华就用东风和海水一暝来分开，海就变做大地。以色列人行伫海的中间，因正边倒边拢有一个海墙。了后，埃及人对赶因法老所有的马车甲马兵，拢做伙伫海中。所以耶和华对分条火条中间埃及的军兵观看，埃及的士兵就混乱。所以上帝伫分条甲火条中间，看见着埃及的部队混乱去。当水后来淹了后，淹捌所有的车辆甲马兵，所有对着以色列百姓落去的人，无一个留落来。这就是今仔日的经节所甲咱讲的，因为凭着信心，先行入去红海，水才分开，毋是分开，互你看起是大地今日行过，是落去了后开始分开，行伫大地。所以犹太人一些百姓，因为伫迄时阵有经历着上帝的心意，就是即个过红海。31节14章31节，以色列人就看见耶和华所行的大事，所大的能力，就敬畏耶和华，甲信服伊的奴仆摩西。愿主使阮帮助咱。1924年、1924年，英国有一群冒险爬山的人，因要来爬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有很多的山，最高峰叫做什么峰？圣母峰，大家拢知影。中国是讲珠穆朗玛峰，香港说阿菲尔斯峰的埃佛勒斯峰Mountain Everest 所以这个上悬的山有8848个点86公尺。即摆毋知有地动、有山顶动、有较悬啦、较低无听讲玉山有较矮小块因为地动所以因这人因要去登山啊。以前登山的人叫做攻顶啊，但是有人讲莫用攻顶啊，因为山的环境变化莫测所以我们用登顶就好，不要用攻顶，也不要用征服。征
征服不好，搞不好就被山征服了。好，所以这群人因要登山，后来爬到7000多公尺爬袂起，因为爬山的技术甲天气的变化，以及体力，人的体力，以及有高山症，这氧气缺乏，等等足多因素，无法度登到山顶，就因为安尼来失败。这群人等于到伦敦的时阵，因就用这种相片，用山的相片，甲伊搭伫个壁的顶面，然后召开记者会，就邀请所有的新闻台、电视台，迄阵可能无电视啊，邀请所有的记者，来到现场，互大家讲来问，这个记者就甲伊问，了这个队长就甲因讲，我本地要登这个山，结果呢，叫这个山甲咱拍败。但是这个失败，无代表永远的失败。所以我今日甲这个山的相片放伫遮，要甲大家讲，有一天我会克服难关。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山8848，伊袂搁较悬啊，伊悬嘛袂悬偌济啊，伊袂中大，但是咱人会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经验会不断的累积。有一天，我一定爬到山顶，所以咱毋通甲所有的困难，拢看作是真无法度解决的困难，也是当作无法度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甘菜无遐尼大，无遐尼悬，咱只有靠上帝互咱的稳定，靠主互咱的信心甲能力，每一日成熟，安尼咱的信心就法度忠诚，会当克服所有的。这个困难，后来人类第一届登到山顶的记录是伫1953年，经过几年？29年，29年之后，人类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登到山顶的是1953年，所以1924年就有人爬啊，佮进前嘛有人爬。到这中间嘛有人爬，但是拢无法度成功。到伫1953年，才有人登到山顶。1999年，有人发现到1924年爬山失事的一个人的遗体，伫迄敢若700-8千多公尺遐，有发现到伊的遗体，发现他的遗体。所以若爬到山顶无落来，就无甲你扛落来，你得永远做永冻人。因为冰伫遐袂臭袂烂，迄是天然的冰箱。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嘛甲咱讲，我实在甲恁讲，信心那亲像挂菜籽，信心那亲像一个挂菜籽，会当刷叮当一个山。所以信心原本是总渺小，但是长大了无一项事袂会做。所以信心会当移山倒海。信心会当超越所有的困难，信心是咱信用的根本。所以咱用这种的气力，那亲像会当互山来山顶当一样。愿上帝帮助咱，只要咱有继续的信心甲决心。哥伦布发现什么？发现新大陆，咱历史拢真好。上环游世界一周，麦哲伦。麦哲伦后来死伫菲律宾，所以哥伦布因为到伫迄个葡萄牙的里斯本，伊讲这是遐一只大石头，世界的尽头就是伫遮，这里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迄阵欧洲人行到遐，到大海啊，迄阵航海技术也毋是真进步啊，船出去若无法度转来，哥伦布因为无相信即句话，所以就甲船驶出去。伊每一日拢会伫伊的航海写日记，叫做航海的日记。伊拢写一句话：咱继续行，咱继续行。当伊咧作梦的中间，因为伊毋是一只船尔，伊有3只船做伙出去。一只船因为拢找无到靠岸，开始安那，人的心开始产生变化，就开始有人反叛，反叛就会内乱。船长就唔知要安怎控制，但是呢，伊悠然写着我们今天继续航行，咱今仔日悠然继续行，
安尼行到最后，发现到美洲还佫有一个遮尔大即个大陆，所以这是遮尔伟大的信心甲决心。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即种的信心决心，无论是困境偌有艰难，咱爱有今天要继续航行的即种的信心，永远无放弃，来行咱人生的路程甲路站。咱同心来祈祷。太上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帮助阮，互阮有信心，亲像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阵，是先行落红海，主你才用借着摩西管来互红海分开，互大地露出百姓行伫大地顶面。有时阮要看见着大地，阮才愿意行。阮毋是愿意先行，才有大地来互阮看见，帮助阮，互阮有信心。伫阮教会要进入151年的时，我嘛爱凭着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帮助阮，互阮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遇，阮犹原靠着信心来赢过所有一切的挑战。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愿主加添咱信心的开力。接着，咱来念回应诗第135首。回应诗第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起立吟全首。请接，咱要来奉献，请随缘的当间随献。
煞接，咱来念金句。希伯来书11章29节，希伯来书11章29节，伫咱的周报正面，咱台语来念两摆。来，对是因过红海，亲像行大地，埃及人试惊伊就沉落去。对是因过红海，亲像行大地，埃及人试惊伊就沉落去。希伯来书11章29节。咱今仔有一个新的朋友蔡宇斌，伊住伫个泸州公营路120巷。咱拍呼甲欢迎伊，即摆欢迎，永远的欢迎。你敢若搬来泸州遐，哦，毋茫会当逐礼拜拢会当参你做伙来敬拜上帝。哦，这个月哦，欢迎欢迎欢迎！请坐。煞接我来消息报告。今仔是咱泸州教会设教151周年纪念。咱旧年150周年相关的庆祝活动，有投入了袂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咱嘛毋茫咱兄弟时常为着咱教会的兴旺来祈祷，嘛毋茫咱兄弟会当来为着150年时间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叹。第二，本会第4期，今年度第4期的洗礼有算伫8月初4日。若是有要洗礼或者是更新礼的兄弟，咱请干事报名。第三，6月22日上拜六上午9点，咱建筑技术伊的第2后生志玉甲怡安小姐要伫个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那诚心来邀请咱兄弟来观礼，咱建议只是参一家起立，互大家熟悉一下。虽然大家拢熟悉你，嘛是还佫好人，新来个无熟悉你吼，请坐，为因新人来祝福啦吼。下个礼拜六，第4。今年暑假，咱教会有要开设英文甲音乐的课程，若有兴趣的兄弟，或者是你厝内有囡仔4岁有兴趣的，咱请2位牧师哦来询问来报名。第5，教会招募音控的同工。咱若是讲有这方面的兴趣，还是专长的，咱欢迎你来共同侍奉，哦，互教会伫这个音控这个部分会当更较阵容坚强啦吼。咱请干事来报名。每礼拜3暗时8点，咱读经祈祷会，咱欢迎咱兄弟踊跃参与。那贵家部分，咱请咱过目，张海伦姐妹今仔有来吗？哦，无吼，好，那华语堂的吼，好，咱团契，咱暑假的儿童营，那我是 EQ 小主人，哦，咱如果咱出来，兄弟若有小朋友，咱欢迎来参加报名，报名费是保证金是300块。那你若是讲全勤，咱会专业来退费。
那请主日学老师啊，是教会干事来报名。你要网络来报名嘛是会使。那后礼拜下子日的主日6月23，咱台语堂结束后，双年团契要举行例会，主理是咱苏贞长老伊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高龄的挑战预防失智与失能欢迎咱所有兄弟会当来参加后礼拜双年团契。咱基地部分，咱望咱兄弟伫咧灵修的时阵，祈祷的时嘛，常常来提起为因提名，来为因代祷。以上。接着咱来念尾变诗，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煞了，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咱请起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读、圣神甲咱众大家三个伫咧，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别得避讳。